2025年12月22日，全曹洞正宗42代寶蓮禪寺第8代住持淨恩大和尚住世圓盡，按祥捨報，世壽62，僧臘44，戒臘42。我哋對淨恩大和尚嘅離世深表哀悼同惋惜。而家就讓我哋一齊回顧大和尚嘅生平事蹟，同佢對佛教界嘅種種貢獻。1963年，淨恩大和尚於江蘇出生，其後於揚州大明寺出家。1982年，大和尚19歲於南京受戒，之後入讀中國佛學院，遇上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1986年，樸魯選派咗5位年輕僧人前往斯里蘭卡留學，史稱現代5比丘。淨恩大和尚就係其中之一。回憶喺斯里蘭卡求學嘅艱苦日子，淨恩大和尚感恩樸魯嘅悉心栽培及愛才之心。喺留學初期，淨恩大和尚曾經寫信俾樸魯，表達想回國嘅意願。樸魯回信勉勵佢：吃苦是一個人成長不可缺少的歷程，吃苦耐勞是成就人生的第一步。如古人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增益其所不能。淨恩大和尚喺斯里蘭卡共留學8年，奠定優良嘅佛學基礎，最終亦冇辜負樸魯嘅期望。1995年，淨恩大和尚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攻讀博士，吸收西方文化，成為一位兼具備南傳、漢傳與國際佛學學術嘅僧人學者。所以阿恩師嚟到香港嘅時候，最初就喺倫敦識啦。嚟到香港嘅時候，咁我哋兩個就一齊喺呢度合作去發展呢個香港大學呢個佛學研究中心，將佢喺斯里蘭卡當時最好嘅佛學教授咧請晒嚟香港，開咗另外一個渠道俾人去接觸佛教。佢就好認同咧喺香港大學咁樣一間公立嘅大學嚟開辦一個佛學碩士課程咧，其實係一個創舉嚟嘅，好有意思。所以佢咧就願意咧擔任呢個中心嘅總監。佛教嘅出家人可以有博士、有碩士。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慢慢嗰個江湖地位咧就建立咗。咁呢啲就其實都可以歸功於阿淨恩法師嘅，因為最初嗰10年8年係佢喺度大力去推動啊嘛。當時認識阿淨恩法師嘅時候咧，我係社會科學院嘅院長，即係我從來都冇見過一啲人係咁正面嘅，乜嘢都係好從好嘅方面諗嘅。10年後，淨恩大和尚離開港大佛學研究中心，到咗南京弘法。師父這一世也培養了很多去翻譯經典的人才，因為南傳佛教中其實有很多是用巴利語來寫的佛經，他就是一心想要報效祖國，然後回報他自己的恩師。回國之後呢，其實他就是在兩岸一直都有弘法。喺2017年，淨恩大和尚又幫香港珠海學院成立佛學研究中心，繼續傳揚佢嘅人間佛教理念。他認為這個佛法應該在生活中應該能夠讓這個佛法的這個智慧能夠被使用，被大家能夠在生活中去體會到、去運用到。淨恩大和尚桃李滿門，對佛教文化嘅扎根與傳承有住深遠嘅影響，深受歷屆學生歡迎同敬重。唔單止我諗好多同學都同佢有好緊密嘅接觸。所有嘅開放嘅喺學術開放自由嘅環境之下，等到所有嚟讀嘅同學都有個 mind map 啊，即係話對於成個佛學嘅體系有一個全盤嘅掌握。因為佢嘅性格好樂觀啦，亦都好風趣，咁我哋覺得法師好親切啦，咁好中意親近法師嘅。佢係真係唔係為佢自己，佢係為咗大眾，為咗
大家可以好，所以佢真係會可以將自己放到好低。其實恩師個人好簡單，即係佢好忙碌啊做嘢，但係佢個人好簡單嘅，好似好開心咁樣。20幾年前，淨恩大和尚喺石鼓洲茶禪嘅故事，更彰顯佢開導苦難眾生嘅慈悲心。咁同阿恩師去到石鼓洲咧，就見到有好多江湖嘅兄弟啦。咁阿恩師就話：我哋而家開始茶禪啦，你哋就好似啲普洱茶咁，第一泡係冇乜味嘅，要去到第二泡、第三泡先至有味。跟住咧，阿恩師咧就開始派證書，就係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嘅呢個茶禪證書。後來有一個兄弟講話：我一生人都未攞過證書，更加冇見過香港大學。咁今次攞到呢張證書咧，就係我人生一大嘅成就。2004年，寶蓮禪寺時任住持初慧大和尚跟淨恩法師傳授曹洞宗為智法門人，奠定接班人。佢當年呢，能夠喺中國大陸出國讀書咧，當時咧提供獎學金嘅咧就係寶蓮寺。咁佢覺得佢應該感恩寶蓮寺，咁於是咧佢就選擇留喺寶蓮寺服務。2015年，淨恩大和尚擔任寶蓮禪寺第8代住持，佢德高望重，卻勤於寺務，不辭勞苦，專注將每樣工作做好。佢係要統籌寶蓮寺一切嘅內外事務啦。佢咧對於寶蓮寺有好大嘅幫忙同埋抱負嘅。恩大和尚咧，佢嘅責任咧就係帶領我哋大家咧喺寺院修持同埋弘法。佢好努力咧去投入同埋建設，讓我哋咧對大和尚歡喜嘅投入咧有好深刻嘅印象。淨恩大和尚透過寶蓮禪寺推行各種民間佛教活動，其中一件重要嘅事就係維修天壇大佛。經過短的差不多1年多一點的時間，然後呢，由原來愁容滿面的大佛，現在變成了歡喜的大佛，然後呢，重新呢成為我們香港人向精進的一種力量。淨恩大和尚又主張每年舉辦元旦叩鐘倒數，為香港新一年祝願祈福。鐘聲具有特殊的含義，首先它呢是一種生命的覺醒，在鐘聲中間讓人們對過去的一年進行反思，糾正過去的錯誤，重新開始。而香港佛教與內地佛教一直保持良好關係，淨恩大和尚更功不可沒。阿恩師係因為佢嚟自國內啊，咁所以阿淨恩法師喺國內嘅關係係好好嘅。咁所以喺香港嘅佛教寶蓮寺啊，我哋開戒啊，同中國佛教協會嘅關係咧，就因為恩師而保持得好好。師父同時還推動了很多兩岸三地的各種論壇，包括世界佛教論壇，都是他一手推動起來的。咁繼而香港佛教同中國佛教嗰個本質同更生咧，阿恩師好有貢獻。大和尚呢，他對每個人都非常的愛護和照顧，特別是對我們在外留學的學生，然後特別的關心。對內地來接收一些人才，就像我們就是以這個千年這個僧才引進，然後到香港來工作。就是他真的是一個為佛教，同時又有家國情懷，很愛國，又心裡面裝着很多友情的這樣的一個人。淨恩大和尚多年嚟對寶蓮禪寺、對香港人、香港社會傾盡所能，將佛法元素弘揚社會，變出一個淨土。寶蓮禪師呢，它是慈善團體，那麼慈善事業中間呢，其中有一種是寶蓮師以後要致力去做的，這就叫文化慈善。還有一個呢是心靈慈善。
佢加入寶蓮禪寺董事會後，就喺寺內建造蓮花池。2023年，正恩大和尚更排除萬難，舉行咗寶蓮禪寺第一屆香港荷花展，對佢嚟講別具意義。寶蓮禪寺咧係以寶蓮為名嘅，所以有陣時咧就有個構思，將荷花代表寶蓮禪寺。這400多種荷花，其實每一個我都喜歡的。這個荷花是一個載體，我們通過呢傳遞的，它是一種荷花的文化，然後延伸呢是中華文化。2025年7月1日，正恩大和尚獲行政長官頒授榮譽勳章，以表揚佢多年嚟喺佛教教育、社會服務及文化傳承上嘅貢獻。之後，正恩大和尚又贈送蓮花俾立法會，呢個係大和尚生前留俾我哋嘅一份寶貴禮物。正恩大和尚於2025年12月22日捨報圓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和海內外佛教界紛紛發出唁電，致以深切哀悼與誠摯慰問。寶蓮寺助手啦，一個義工，佢咧就分享咗幾張相俾我，就見到個天好靚噃，咁就影咗呢幾張相。諗翻轉頭咧，呢幾張相咧，好可能就係佢升天嘅時候咧，大佛隔離嗰啲雲彩咧，好似一隻大嘅鳳凰飛天咁樣嘅，係非常非常之靚嘅。正恩大和尚嘅一生，為咗完成趙樸初居士嘅囑咐，回報寶蓮禪寺嘅恩德，致力弘揚中國佛教文化，培育人才，全心奉獻佛教，值得世人景仰。正恩大和尚悲願宏深，忽然捨報，祈願成願再來，普利人天。